分別有團體同學生要求撤回主要官員保障制度法案，其中網上組織澳門良心重申，若果政府唔撤回法案，會喺星期二包圍立法會。星期日發起反對高官保障制度遊行嘅網上組織澳門良心，要求約見行政長官崔世安，商討撤回法案。但行政長官辦公室話，行政長官公務繁忙，未能夠安排有關會面。都想同特區政府啦做一個溝通，究竟了解一下咧，而家佢哋撤回到底有啲咩嘅苦衷，或者有啲咁嘅難處。崔世安呢都冇露面過回應過任何一句説話，咁亦都係顯示到啦，我哋澳門市民啦認為政府漠視民意啦，呢一件事啦已經係有晒證據㗎啦。對於有3名立法議員宣布會向立法會遞交暫緩主要官員保障制度法案嘅提案，蘇家豪認為咁樣係緩兵之計，重申如果政府唔撤回法案，會喺星期二中午包圍立法會。而新澳門學社到政府總部遞交8000幾個市民嘅簽名。學社理事吳國昌話：日後重審唔係徹底解決嘅方法，希望行政長官尊重民意，撤回法案。但押後唔足夠，必須有足夠嘅公開諮詢，有心理準備，未必喺今次嘅會期可以過到，未必一定要今年之內過到，因為公開諮詢覺得係需要真諮詢，唔係假諮詢。如果喺立法會處理嘅話，我哋會堅持呢一點。另外，大概50個喺台灣就讀嘅澳門學生，朝早去到台北101大樓嘅駐台北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遞信請願。發起人梁家偉認為制度本身唔合理，又指法案聲稱制度有助吸引人才，但並冇證據顯示佢嘅合理性，促請政府撤回法案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常報道。